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迎收看3月2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地检署27号会中为选举人员查到安南区一位羊年的工厂，长期以牛年粉等制品来产地牛年，羊年根本不是所注明的100%纯羊年。对立间，上午这位议员马令下召开记者会，要求为选举全市拢爱稽查抽验，来保障消费者啉了安心。因为这件羊年掺牛年甲牛年份的案件，工厂就是伫安南区，而且因在地20几档，已经500多户的消费者，所以议员李宗成第一时间就出面关心。上午嘛，伫王家珍、蔡秀惠甲蔡玉惠等议员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会中除了争取消费者权益，嘛质疑卫生单位稽查总是慢一步，要求扩大到全市，包括各校的稽查检验。我们现在疑惑的是，我刚刚跟科长探讨说，现在台南市有很多间的像这种养乳公司，是标榜100%的养乳，但是目前我们只有知道是小叮当这一间，目前是检调在调查，那其他的呢，我们完全都不知道。那我们卫生局也没有公告出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台南市有几间是保证100%纯养乳的公司，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消费者是完全都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会中议员嘛进一步欢乐羊年对配送到尊康的卫生安全，以及表示顺羊年，迄个是直接有注明其他年制品之下，到底互咱囡仔啉了啥物？事实上，我们的羊乳的订购很多时候是在家门口摆了一个羊乳的盒子，然后你可能订了，他每天放1瓶下去。事实上，这种东西是不是有符合我们的食品的管制？事实上，我们好像也没有去查过，卫生局好像也没有去查过。那现在刚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也被检举了。那我想要把这个层面扩大，除了这个小叮当的鲜羊奶以外，我想更好去彻查，就是各学校订购的羊乳，是不是请消保官请我们教育局配合一下，把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小学的那个订购的羊乳，能做一个查询，也请卫生局去做这样的一个稽查。对此，卫生局表示，因已经启动全面的稽查甲抽验，同时嘛呼吁家长一定要认清楚标示甲顺度，同时选择大品牌靠保障。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推动台湾培训制度协会对去年开始就给下全国各地民代，希望无分党派来支持培训团，为司法改革跨出重要一步。上午该会顺回到第一站来到咱台南，会中议员将该嘛请出乌白龙军的布袋戏样来收听，邀请民众5月5号做会上凯德来表达心声。司法改革6都的巡回记者会第一站来到台南，会中台湾培训协会强调，因所诉求的培训，不是现在蔡英文政府所推出的国民法官参审，而是只有培训团的制度，才当杜绝恐龙、贪污甲拍手的法官，并不是现在半途的假改革。执政者可以运用升迁来影响法官的这个有罪无罪的认定。第二个是避祸。如果你今天法官不遵从，他可能施加祸端给你，所以升迁跟避祸是让法官会遵从执政者的指示的一种可以讲人性上的弱点。在陪审制之下，事实的认定在陪审员，不是法官，执政者没有办法去影响人民，因为人民没有升迁的问题，而且真的在台湾实施陪审制。1年、2年、3年下来，可能陪审员在台湾就有10几万、20几万人，你怎么样去让他影响他的升迁，或者去劝这些陪审员接受我执政者的意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民不会接受。所以在陪审制之下，可以避免了法官成为打手法官，法官成为贪污法官，法官成为恐龙法官的这种情形。
会中议员谢龙介则请出布袋戏人乌白龙军小艇陪审团的制度，希望司法卖当乌白分得清，毋是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过去大家普遍对司法呢，感觉有钱判生，无钱判死啦。哦，一审谈判，二审减判，三审变猪骹面线，所以这大家对司法无信心啦。俗语在讲。百里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咧描写司法无公平。所以乌白龙军也是期待，这个陪审团的制度会当推动呢，最后互所有的司法案件进入司法审判了后，行该能乌白分明。家己人民对司法的信任、甲久久长长，会中强调只有陪审的制度才当救司法，所以希望无分党派，大家伫5号做伙上开道，为真正的司法改革尽一份心力。5月7号，为着台湾的司法改革，希望大家共同来台北市参加陪审团制度的大游行。所有经过冤狱受难的苦难者。欢迎你行上街头，互咱台湾的司法更加清明、更加进步。感谢大家。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伫新营的缅甸艺术厅嘛是原担管议会，因为使用率真低，真正经过政党协商，已经确定要改成青年创新育成基地。不过，上午伫经发局的业务质询，无分哪里嘛拢再次关心因未来的规划设计。强调议员文政空间也是主体。议会进前针对缅甸艺术厅的活化利用，要将部分空间作为青年创新育成基地议案。虽然风波不断，但总是定案。对此，议员王家珍上午针对规划部分，也强烈要求经济发展局一定要保留原来艺术的功能，甲议员文政空间，临时全部拢变成创新育成基地。您在做这个民治中心的规划的时候，我要麻烦经发局不要到最后喧宾夺主。原本议会包括留记者室，让我们比较偏那一带的议会同仁能够开一些相关的议题的会议，这个是一定要的。那做任何的规划处置，请你先报会。让议会的同仁大家都能够知道，我们议员最早问政的地方，现在乐意开放让民间来参与，可是它的宗旨仍然是我们自己的问政的一个关键所在嘛。会中经发局长都要答应到时所规划一定会散会予议员拢清楚，嘛有过各项创业甲就业平台，经过专业的辅导甲教育训练。有过3档至少会当有20间新创的企业。第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田万玲5月贴团结青叶之路第2站前往市党部拜会注意干顺者，会中干顺者对来表示伊的专业支持，卖将伊欢迎开放大学生的证件提供予5月贴参考，双方展现友好气氛。为消除市党初选各阵营的摩擦，5月贴展开团结青叶行程，第2站来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要来拜会主委颜顺佐。双方打坐落来，颜顺佐就马上讲无问题，展现出良好的风度，并将家己欢迎开办大学生的证件提供予5月贴做参考，看出双方友好诚意。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民进党是团结而不是分裂的。过去选举过程中有分立，但是我们不希望初选过后变成分裂。初选过程中有分立，就是个人站个人的边，但是这个选完以后要整合。其实虽然选民会自动整合，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候选人也好，或者这些候选的干部，如果没有整合，坦白讲也不好。那我们是很期待，就是说透过一个拜访的方式，有人说这是形式，有人说这是别人都这么做，但是在台南来讲，不管别人有没有这么做，不管这是不是形式，该走的还是要走。我们走过去2010年
甚至走过去2001年那个时候的台南县长选举跟台南市长选举都有分立，分立完之后，当然有一些风风雨雨，但是选民就自动集结整合。我们也希望说，但在2018已经过了18年了，我们2018其实应该做得比以前的前辈更好。除了建议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外，颜主委嘛表示未来会全力为民进党来补选，同时嘛祝福黄伟哲会当顺利当选市长，好好啊为台南市打拼。那今天这个黄伟哲立委，他这个初选他被提名了。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以2个身份，一个是党部主委，一个是参选人身份来这个地方欢迎他那没有问题，我这方面一定是全力能够支持他。我们希望说，这个民进党还是希望说能够维持在台南市18年执政的一个政绩能够让民进党在这个地方再度执政这是黄伟哲拜会青叶第2站，对着其他参选人，黄伟哲嘛表示会更加努力前往拜访，希望会当达到整合民进党的目标，团结做伙为市民付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民进党担市长提名人黄伟哲开始展开团结之路，不过到底该当互基层的支持者认同拢是疑问。随着市党部注意将伫5月改选，民进党中心委员王敏雄嘛是前市长赖清德竞选团队核心幕僚，伊表示，基层已经无像过去主动团结气氛，可能就影响到年底大选，所以率先表态要来参选主委。这个民进党这个市长的初选大家拢看会到，杀得刀刀见骨啦抹黑的抹黑架好的架好一大堆因为当然这是民进党本身拢有派系问题小弟呢，因为今仔日想要出来选，是最主要是我是一个无派系的人，而且我嘛是一个终身党员所以我想讲要出来啦，这个代志个整合以后大家来爱团结我相信我有迄个把通啊整合因为最主要我无派系每一个派系大家合嘛真好这是我最主要的。第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是情人节，上澳淡市举办春节革命胜利顶盟奖岁典礼，由代理市长李梦燕来主持。典礼完全依照中历史制书办法，场面庄严隆重。台南市29号上午举办春节革命胜利顶盟奖岁典礼，现场来了各单位代表、议员、军方、民众等，大约300人到场制书。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身出席主祭，并且向到场的历史遗族表达慰问之意。全部仪式拢遵照传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宋兄。再鞠躬，三鞠躬。蒋丰伫南区中历史的牌位总共有298位，安丰伫新化中历史的历史牌位有294位。
民政局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平常时或者是春秋两季，拢会当前往对师，缅怀历史英雄的英勇事迹，进一步学习因伟大情操。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台北院中主持满洲法师29号代表胡公山来到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将先锋法师专辑关予学校来典藏。对此，校长詹信超都来会上感谢中，马尔勒该册充满了人生智慧。星云大师全集观测仪式29号上午伫中华艺术大学图书馆举行。并由佛光山南台病院总住持满洲法师代表，将365本的册捐予学校。华裔的校长曾信超嘛回赠感谢状，并讹落星云大师是台湾的国宝，创建佛光山，弘扬佛法，推行灵感佛教，将佛教中的善甲爱落实伫咧生活当中。希望这些智慧。这些佛光能够普照，从此普照在中华医大让我们的师生都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的修养今天特别感谢满洲法师带领国际佛光会各位这么诚心。他们摆这个都有博弈，这个看来就很感动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满洲法师嘛表示，观测仪式选伫咧3月29号青年节举行，其实嘛是特别有意涵的。今天呢是329青年节，真是好因好缘。好时节，我们在这一天举办星云大师全集的证书赠送给中华医大，这个是更具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尤其呢具有内涵、博学以及专长的青年、知识青年呢，更是国家的栋梁。而呢，就如刚才曾校长所讲的，学校的心脏在哪里？就在图书馆。所以呢，从书本里面呢去吸取知识、增长知识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之一啊。星云大师全集总共有365本，字数超过3000万字，内容包含星云大师一生的智慧以及所见所闻。学校嘛会将一套册定咧伫咧学校的图书馆内底典藏，开放予学生借册，丰富大家的智慧。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市家庭教育中心为了庆祝母亲节，同时配合5月15号国际家庭日的理念，今年特别甲台邮局合作，提供5万份的祝福卡片，让民众将感谢妈妈，或者是厝内人的心意用笔来写出来。感谢有你爱家传真情的活动，首先由公园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带来古锥的舞蹈表演。今年度台南邮局甲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共同合办，不但提供了5万份免费的祝福卡片给民众，更加码1000份国外邮件免费送件服务，让新住民的朋友也当享受到这项大型的服务。今年呢，特别是更胜于以往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办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印3万张的这样子的一个明信片，让各界来索取。那今年呢，总共印制到5万份。那其中呢也特别谢谢台南邮局其中有1000份，我们还要提供给我们新住民的朋友，可以来写卡片寄给您在不管是东南亚或是大陆这边的亲友家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今天我们的台南市中国小，你都可以索取这一份卡片，还有我们邮局比较大的邮局都有可以索取，但是要透过我们
家庭中心来转交邮局的话哈，就可以免费递送哈。因为像刚蒋主秘说，什么现在都带我从今天开始已经超过100个赖，其实我都没有看，把它点着。但是如果你透过卡片哦，大家看起来就比较有那个温度，还有那个感觉哈。借由手中的笔，亲手写下文字，或者是画下心中的图样。无论是大朋友，也是小朋友，拢会当透过祝福卡片，将温度留存落来，一张一张投入信箱内底，来寄予家己上爱亲的家人，将幸福甲爱的感觉，拢借由卡片传送出去。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下面再来关心嘉南邮大厦所举办的就业博览会，将40间厂商超过2000外工作机会。为了帮助连面个要毕业的学生，会使伫毕业了后连面找到头路，劳动力发展署有分嘉南分署28号选伫嘉南药理大学举办就业博览会。这届总共来了41间厂商，行业嘛非常多元，总共有2000几个工作机会。分嘉南分署副署长嘛鼓励学生，伫毕业进前会使先了解工作需求，培养相关的能力，提升未来的竞争力。我不认为只是应届毕业生在享用，它应该是让大1、大2、大3还没毕业的孩子、同学们，真的不要在宿舍，也不要在教室里边，趁这个1年1度的机会，鼓励老师们，鼓励我们先用LINE或者是同学们互相鼓励学弟妹，来看看到底现在产业发展的趋势，厂商他到家要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开出的劳动条件跟职能的要求是什么？这个对我们在校的同学们在选修、选课跟补自己未来职能发展不足的地方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的学生在真实的校训之下，请各位厂商放心。您在这里争得的人才，绝对是人才中的人才。他们都是脚踏实地、忠诚履行应尽的一些职责。今年的人才嘛有毕业后有所创办的厂商，肯定学弟学妹的能力。活动现场嘛邀请2位专家帮助学生做相关问题的咨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为了提升研究氧化氢链的学术风气，嘉南邮理大学选伫青年节之间，举办研讨会，会中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针对创业、教育等等主题进行讨论。由嘉南邮理大学所举办的氧化氢链学术研讨会，现场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针对现今氧化氢链所面对的问题进行讨论。除了专题演讲以外，研讨会也利用8篇论文进行讨论。副校长陈宏柱表示，希望透过这款的交流活动，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今天办理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两岸青年然后时代考验跟创造的这个学术研讨会，我们希望主要是透过两岸之间在学术方面的一些有关青年的相关议题，能够进一步来做一些探讨跟关注。那尤其是在教育，在我们的经济或者是跟我们年轻世代最有关的相关议题。那我们想透过早上有3位我们大师级的教授来跟我们做专题的演讲。那下午的话，另外有2场次8个论文也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议题有相关的，希望能够透过早上跟下午整天这样的一个活动来进行、来探讨、来关注。这届研讨会也选伫329青年节这天，以时代考验青年创造时代作为勉励，希望透过这款的研讨会，鼓励两岸青年交流合作，共同创造两岸和平稳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
明仔是最风有时好天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3月29日中间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